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今年结合3D 列印加 AI 技术，推出艺术导向的课程，和偏乡的学生囡仔加社区长辈接触新科技，有无同的艺术体验。学生囡仔用3D 列印笔来画物件，搁结合 AR 导览的科技，和一件一件的作品，唔但加做立体多样的叮当，搁会当加做小界溪口文化元素。嘉义县文化基金会结合科技甲艺术的课程，和学生囡仔甲长辈有一个新的艺术体验。画3D 列印是要慢慢的，不然可能会线条可能不是那么的流畅，然后在从中也可以培养耐心，也可以让我第一次使用这个，可以更了解3D 列印笔。希望咱的乡亲啊，佮咱的学生会当学习到新的科技，未来对因有帮助，嘛，互因熟悉更较侪物件。嘉义县文化基金会表示，虽然3D 列印笔甲 AR 所有科技伫一寡所在拢看会到，但是对全开学生甲长辈来讲，拢是毋捌接触过的新科技。透过这个艺术下乡的机会，唔但互因来了解，嘛互全开科技教育增加新的资源。其实囡仔这个过程内底吼，伊嘛是会晓学讲安怎起一间厝的原理，搁阮家己搁用阮的无人机吼，去用伫天顶用无人机甲翕落来，甲录影录落来，变成一个历史的保存啦吼。学校表示，学生用3D 列印笔画出在地建筑物，除了学习新的科技，嘛有在当中去入捌地方的古迹甲文化。囡仔甲长辈作品结合 AR 所有科技，唔但展现因的创意，嘛互大家来了解溪口的过去甲未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